唉，點解你啲成績可以咁好啊？喂，今次點解咁好嘅？冇咁講。冇咁講，你90幾分喎，今次。低調。哎呀，喂，講啦，即係今次就係講一次。唉，同你講啦，其實咁啊，上個暑假我升級咗個腦啦，係咯。升級咗個腦？上個學期考得好好，要 keep 今年 going。有我哋一定冇問題啦。Let's go！ 呢啲畫面你有冇經歷過？Hello， 我係 Note Taking， 我會先一對一了解你，幫你度身訂造最適合你嘅模式。我肚入面裝住6大筆記法同背後嘅心理學密碼，無論你對住 IB 定 IGCSE、文科定理科，我都可以幫你1秒切換，將啲知識打通晒。我唔單止陪你上堂，仲會幫你搞掂喺屋企自我學習，篩選走冇用資訊，抽出重點，避開抄襲陷阱，連你寫 essay 嘅功力都一齊 level up。唔識辯論有幾蝕底？有冇試過越講越亂？你已經輸咗啦。唉，我係咪好冇用？我係 Debate 101，我唔止係教人辯論比賽，我係專門將小朋友打造成識諗、識講、說服到人嘅未來領袖。我會陪住你個小朋友拆解複雜難題，睇通唔同立場，作出無懈可擊嘅論點。呢種努力體操，保證佢喺學業同未來贏盡優勢。驚公開講嘢，交俾我。我會將佢嘅恐懼變成喺台上發光嘅自信，一開口就鎮得住場面。投資小朋友嘅未來，等我幫佢開啟受用一生嘅能力。唉，我溫咗，但係記唔到入腦，救命啊！我係中英課程，我明白家長最關心嘅唔止係分數，而係小朋友可唔可以真正掌握 syllabus， 跟得上評核要求，同時建立長遠實力。我由頂尖國際學校校友同資深老師帶領，熟透課程同考試準則，清楚知道學生最易卡關嘅位。中文我幫佢打好閱讀、寫作同文言文基礎；英文我強化分析、寫作同表達能力，唔止提升成績，更建立自信同實力。喺 IGCSE、IB 數學科捱得好辛苦，拖低整體成績。你都係？嗨，我係奧數精英，專發掘小朋友嘅數學潛能。我系統化訓練解題思維同比賽策略，緊貼 IMO 4大範疇 Algebra、Geometry、Combinatorics、Number Theory， 配合完整筆記、分類題庫同模擬試，實戰能力迅速提升。如果你想小朋友唔止校內考得好，而係衝擊更高層次嘅數學舞台，Alumni G 係最好嘅起點。喂，你仲用緊呢個方法做 research？ 而我係 AI， 你識唔識點用我？我係未來嘅加速器 ，AI 正以驚人速度改寫緊世界規則。如果你哋唔識得駕馭我嘅強大潛力，好容易就會被時代巨輪掩蓋。Alumni G 會將最核心嘅 AI 認知同實戰技巧，通通交到大家手上。我唔單止確保你小朋友唔會落後，幫佢反超前，做跑最前嗰個。拜拜。我即刻去諗下你報名先。阿仔報咗名啦！真係冇揀錯你哋啊！哇，用分對待學生老師。My daughter got an A star for both her predicted grade. 乖咗老師，Thanks for your help all along.